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係7月1號星期二，歡迎收睇我哋嘅每日港聞第2集。今日嘅主要內容有：香港獨立工會正係面對系統性打壓，外賣員權益關注組突然解散 ，Facebook 專頁已經遭刪除，市民571喺街頭展示標語，要求廢除國安法。國安法實施5週年，歐盟批評損害公民自由。香港寬頻 iSquared Asia 唔再有意進行收購。香港勞權監察喺30日發表報告，指出自2021年以嚟，香港已經有247個工會解散，較前4年激增16倍，顯示獨立工會組織正面臨前所未有嘅系統性打壓。被解散嘅工會包括全港最大教師工會教協及唯一獨立職工會聯會職工盟。報告顯示，高壓政治環境下，工會規模縮減40%，平均會員人數從2019年嘅1019人降至2023年嘅612人。小型工會數量則激增近3倍，從287個增至794個。整體工會會員人數下跌6%，由934170人減至878,522人。香港勞權監察質疑呢個同港府宣稱工會發展健全嘅講法相悖，反映工會動員能力大幅下降。工會組織者表示，政治風險高企，導致招募同埋留住會員越發困難。報告指出，至少16名工會活躍人士因為涉嫌違反國家安全相關罪行被通緝、拘捕、檢控或者判刑，包括前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及醫管局員工陣線前主席余偉明。港府仲對現居海外嘅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發出懸紅通緝令，並註銷其護照。此外，記協調查顯示，多名記者同埋家屬遭滋擾，記者被稅務局追稅，記協活動如周年晚宴、籌款音樂會及足球比賽場地預訂屢遭取消，顯示當局以法律以外手段，通過施壓、恐嚇或者行政障礙打壓工會同民間組織。報告歸納香港獨立工會面臨嘅4大挑戰，首先係組織經驗流失，大型工會解散，活躍分子被拘捕、囚禁、流亡或者轉行，導致經驗斷層。其次，資源危機加劇，本地資助申請受政治篩選，同外國工會合作項目可能被指控為勾結外國勢力，工會資源面臨陰乾。第三，國安法紅線不明，工會批評勞工政策或者組織集體行動可能被視為危害國安。第四，社運工會主義難以為繼，高壓政治環境使公民社會空間急劇萎縮。蒙兆達表示，國安法實施5年，獨立工會遭受政治清洗、惡法打壓同埋行政滋擾，工人依基本法享有嘅組織工會權利已經遭嚴重侵蝕。佢形容當前環境充滿敵意，工會生存空間被極大壓縮。香港勞權監察批評港府近期通過嘅職工會條例修訂，認為此舉為工會制度全面上鎖。該組織呼籲國際社會持續關注港府點樣改變工會制度，並支持喺高壓環境下仍然堅守工人權益嘅人士。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喺6月30日突然宣布即時停止運作。Facebook 專頁隨後疑似被刪除，顯示目前無法查看此內容。該組織隸屬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2021年成立，長期關注平台外賣員嘅薪酬、工傷保障同埋合約權益，多次協助外賣員追討欠薪同埋遣散費。例如，舊年 Zeek 結業時協助追討欠薪，今年2月戶戶送撤出香港之後，協助16名外賣員向勞工處立案，並入稟勞資審裁處。關注組亦都曾經發布 Food Panda 單價走勢報告，並關注工傷問題。今年4月，關注組與綠色和平合作發表報告，調查極端天氣對外賣員健康安全嘅影響，反映高溫送餐風險。上個月，因 Kita 調低單價同埋改變派單制度，關注組發起多區嘅罷工，參與者以南亞裔外賣員為主，引起社會關注。據政府統計，全港大約1.3萬名外賣員中，逾1/3月收入低於5000蚊。關注組批評數據忽略少數族裔勞工實況。6月27日，信報報導指，立法會議員收到溫馨提示，建議喺包括外賣員權益等4個敏感議題上保持低調。文章指 Kita 罷工雖然規模唔大，但因為涉及南亞裔外賣員，
可能因為文化同埋身份背景引發關注，增加政治敏感性，對政府施政構成干擾。關注組解散消息發佈僅3日之後，引發外界猜測係咪同四不講相關，但係組織未有回應或者證實原因。今日係7月1日，係香港主權移交第28週年。喺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已經唔再有7·1大遊行。不過今日仍然有市民喺街頭表達訴求。8旬嘅旺角救烏團伍佰今日去同羅灣 SOGO 對開，展示寫有標語嘅紙板，內容包括要求廢除國安法同基本法23條立法、撤銷國安公署、警方國安處及釋放政治犯等。隨後伍佰被大批警員包圍。一名女警以揚聲器警告可能觸發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嘅煽動罪行。伍佰其後喺便衣警員嘅要求下收起紙板，並被大批警員護送到港鐵站離開。另外，社運人士雷玉蓮今日現身同羅灣街頭，佢手持自製道具，身上帶有標語港人好悲哀，輸入勞工冇飯開，急市民所急，鋪頭日日都執笠。喺港區國安法實施5週年之際，歐盟發言人琴日6月30號發聲明形容，喺過去5年中，香港嘅公民自由持續受到侵蝕，政治反對派同獨立公民社會嘅空間受到嚴重限制。聲明指，截至6月30日，香港共有332人因為同國家安全相關嘅罪行被捕，165人根據國安法被定罪，削弱咗對法治嘅信心以及香港嘅國際聲譽。歐盟話，對新增嘅基本法23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及其附屬立法引入新罪行，增加處罰力度，並進一步賦予國安機構權力表示遺憾。港府繼續對香港民主活動人士提出新嘅指控，政治反對派、以權利為基礎嘅公民社會組織、獨立媒體同埋記者持續面臨政治壓力同埋騷擾，長時間嘅審判程序同埋審前拘留，以及國家安全法嘅域外適用，尤其令人擔憂。聲明話，歐盟從香港喺一國兩制框架下嘅持續活力、吸引力同成功得益，並希望繼續發展商業、貿易、投資同人與人之間嘅聯繫，高度重視維護香港嘅高度自治，符合基本法同埋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嘅國際法承諾。歐盟敦促港府將重點轉向香港社會嘅和解，並通過促進開放、多元同埋尊重基本自由，再次加強香港嘅獨特性同埋成功。香港寬頻宣布 ，I-Squared Asia 已經通知董事會，其同 HGC Global Communications Limited 唔再有意進行可能其他要約收購該公司100%已經發行股份。因此，就收購守則而言，有關 I-Squared Asia 可能其他要約之要約期將結束。根據收購守則規則，於公告日期起6個月內 ，I-Squared Asia Advisors Private Limited、HGC Global Communications Limited 及任何同其一致行動人士，不得公佈對該公司作出要約或者可能要約，或者取得該公司任何投票權。本集節目就介紹到呢度，請記得訂閱、點讚、支持香港大紀元，訂閱 Patreon，多謝。